打波時候最驚就係咩啊？隻眼睇唔到啊嘛！無論40加、50加、60加，如果咧係眼皮有下垂或者佢黑眼圈好大嘅 fans 咧，呢條片一定要睇。咁呢一個係全球第一個矩陣式第4代幹細胞，一擺落去咧即刻咧有個網矩陣，幫你成隻眼咧做提升，眼皮咧就會縮小。最恐怖咧就係呢啲位咧都幫你做埋拉皮，拉皮都唔緊要啊。第二樣嘢咧，因為佢係嬰兒幹細胞，咁所以呢啲位咧即刻咧會做一個填充，填咗落去之後咧，你個黑眼圈就會冇咗噶啦。因為咧正常就咁去黑眼圈唔掂嘅，一定要加翻厚嗰層皮。第三樣嘢咧，呢個用完之後你隻眼係完全冇晒乾紋。第四樣嘢咧，呢個咧係水劑，所以亦都唔會生油脂粒。最嬲尾就係今日咧，大家有打呢個嬰兒眼嘅話，升級到30秒，我真係唔係講笑啊！我用咗呢個之後，我冇晒黑眼圈，我隻眼大過呢隻眼1倍咁多，條眉升晒上去。